41歲香港影后衛詩雅近日出席新戲宣傳活動，不過喺活動開始之前就突然發生驚險意外。當時佢同拍檔黃又南正準備接受訪問，點知有一名身穿粉紅色衫嘅女子突然衝上前，直接向二人掟水樽襲擊，但係並未擊中佢哋，反而誤中在場嘅記者，導致訪問被迫即時中斷。工作人員迅速將衛詩雅同黃又南帶返後台躲避，而嗰個女子就繼續激動破口大鬧。據指，事發前呢名女子已經喺現場大吵大鬧，佢操一口流利普通話，夾雜住啲英文，先係大鬧衛詩雅，搶走咗佢嘅男人，之後又鬧黃又南都唔係好嘢，之後仲激動到當場除低自己嘅假髮，行為相當過激。保安見狀立即報警求助，點知呢名女子就即刻逃離現場。而當日有份出席活動嘅蔡卓妍，因為遲到抵達現場，未有目擊呢場意外嘅發生。不過當聽聞事件嘅來龍去脈之後，佢即時露出驚訝表情，仲忍唔住追問記者襲擊者的身份。黃又南事後受訪時坦言，今次事件多少影響到心情。佢透露，工作人員話呢名女子早前已經出現過喺其他公開活動，仲笑稱自己會充當護花使者，好好保護衛詩雅同身邊嘅拍檔。而被嚇至花容失色嘅衛詩雅就表示，話返到後台都仲聽到對方不停喺度鬧佢，佢對今次事件感到相當之無奈。